兄弟姊妹平安。礼拜早起，咱游园是欢喜来敬拜阿罗。顶礼拜咱教会中间不但圣歌队啦吼，兄弟姊妹也真侪拢有小可感冒的事。咱即摆无讲疫情啦吼，感冒的事他拢过去。今日咱看圣歌队游园是满满的人，感谢主，都互咱赏赐咱平安。来，咱来锻炼圣诗171首。 圣徒主持祝圣殿。咱第一撮音刷有去重复一遍，吼。第一谱表音刷有去重复一遍，才刷咧第二甲第三谱表。咱来吟第一节甲第四节。啥？圣徒主持祝圣殿。 哈利路亚，我们上帝大应许。哈利路亚，天使为保助。哈利路亚，为人来当我路。 第四节，心肝欢喜唱大琴，哈利路亚，音韵好海出声音，哈利路亚，当心因已经拜主。 咱过来看一首261首，求主驾是阮祈祷。咱用音第一节甲第四节。来，请。求主驾是阮祈祷，好大军将对你托。 使阮心心那坚定，听你声音甲命令，求你阿罗听阮祈祷，你的家人谦卑求讨，阮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 献出主笔第四节，求你诚心相应带，好愿甲你那困活，行大学主圣模样，应更主的地面上，求你阿罗听阮。 谦卑求讨，阮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主笔。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耶和华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我要侮辱你的名，因为你用诚信诚实行奇妙的事，就是你对古早所预定的。吟诗圣诗171首，圣诗171首，圣道自节主圣殿，请起立。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告白咱的信仰，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16篇，启应文第16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
愿列邦拢学了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就是阮的上帝，要赐予阮。上帝要赐予阮，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当阮信靠你的时，伟大的救恩所赐下的神者，毋那是得救有永生的性命，阁有赐阮圣洁的圣灵，互阮会当有教养的能力，会当按照你的旨意生活伫这世上。求主耶稣帮助阮，同工伫阮的心思意念中，改变阮错误的习惯，调整阮的思考方式。毋管爱开偌济时间，互阮的专心专人拢哪来哪亲像你，帮助阮，鼓励阮不断成长。感谢你，互阮有安全感，因为伫任何的情况，你拢甲阮伫地。互阮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跟对你的脚迹来行。求主赐阮坚强徛立的心智，活出上帝伫阮心上所命定的旨意。主啊，阮常常需要你的疼灌溉阮，因为伫爱的内面无惊吓，互阮有爱人的能力。虽无爱人有时真困难。特别是遐个捌伤害过阮的人，但是上帝应允会赐阮力量甲爱，来互阮成做周围人的光，好荣耀你的名。求主帮助阮有超然约束家己的能力，经历属灵的改变甲成长，互阮会当久长做上帝要互阮做的代志，强读你的话语。向你祈祷，时常认罪悔改伫你的面前。只有我靠上帝，阮才有真正的平安。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懊恼，圣歌队所要懊恼的诗歌是信靠上帝。
圣经，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20篇，诗篇第20篇，伫周报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咱做阵来看。愿耶和华伫患难的日听你，愿雅各的上帝的名治你伫悬的所在，对圣所帮助你，对锡安扶持你，纪念你一切所献的，接纳你的赎罪，照你的心所爱的予你，成你一切的计划。愿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阮要奉阮的上帝的名来徛旗，愿耶和华成你一切所求的。当我知耶和华救伊受抹油的，要对伊神的天听伊，用正手的气来救伊。有人倚靠车，有人倚靠马，独独阮要讲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因帕路跋倒。阮就起来徛在在，求耶和华拯救，求阮求救的时，愿王听阮。讲道芝梅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我心所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恳求主你。互阮会当专心倚靠你，也感谢你照跟阮头前的路站，帮助阮辛苦顺服，因为实在是无别条路通互咱会当伫主内面来快乐。恳求圣神借着今仔日诗篇20篇，主你用阮来讲话，互阮会当学习多多信靠你。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逐主日礼拜，咱拢有一个讲道的时间。照周报顶面的事项，就是咱周报内面拢有讲道、代祷的事项。这个代祷事项，咱就逐礼拜拢照安尼来同心祈祷。咱在看这个讲道事项内面的第一点，首先咱拢是为着家己，伫即礼拜的领受。来献上感恩，也同时也会当定心伫上帝面前来立志，然后咱会看到，咱会为着咱心灵有需要的肢体来祈祷。最后理所当然，咱爱为着咱所徛起的即个台湾，咱的国家社会来祈祷。当然啦，伫生活中的祈祷，无一定爱亲像伫礼拜堂安尼照规矩，遮尔有规矩，遮尔有固定的形式来祈祷。伫咱生活中的祈祷，咱会当徛伫、坐伫、倒伫，甚至是目睭舔金金。因为咱有时拢讲，额头、目睭缺缺，着安尼祈祷，其实无一定祈祷就是爱安尼。就算讲是一个真无用的过程，咱也会当祈祷。我想大家还会记住，咱进前在读约书亚记的时阵，约书亚伫一个战争的中间祈祷什么？太阳啊，停伫遐，月啊也停伫遐。伫相拍相杀的时阵，嘛会当祈祷。无论什么情形，无论咱是伫什么境况，只要咱有需要，拢会当祈祷。总是咱可能有人会问讲，咱看到周报顶面迄代祷事项内底，哪会祈祷遮久吼？有个人的名一直拢囥伫遐，代志哪拢无得到解决。上帝毋是听咱祈祷的上帝吗？到底要祈祷到什么程度才会当结束？因为周报有周报的这个版面的空间的限制，总是伫拜三早间祈祷会中的祈祷会较详细。有时咱伫祈祷会的时阵就讲，有个人就讲，牧师，我的名毋免阁囥伫顶面啦，可以下架了，暂时下架安尼吼。意思是讲，伊即阵心内足有平安的，也足顺利的，毋免阁继续祈祷，会当将即个有限的空间
让互其他搁较需要祈祷的人安尼啦，吼，伊是安尼想的，好，所以有的人会下架，啊，有时候下架一段时间呢，哦，又摆上去，安尼吼，上上下下，啊，有的人是一直拢囥伫遐，拢袂顶袂动安尼，到底是要祈祷到当时才会当结束？今仔日的经文诗篇第20篇是诗人为着伊国家君王所做祈祷，所以这首诗篇也会当看到是一篇大祷的批。借着这首诗篇，咱做伙来学习祈祷的是咱应该爱注意什么。首先，咱来看第1节到第3节，也伫旧报后壁面。第1节到第3节讲，愿耶和华伫患难的日听你，愿雅各的上帝名安伫你伫悬的所在，对圣所帮助你，对锡安扶持你，纪念你一切所献的，接纳你的烧祭。诗篇20篇是诗人为着特别出发进行战争的迄个君王所做的祈祷。伊仰望这位君王会当征战好的征战，杀赢伊一切的对敌。伫旧约，君王就是代表全体的国民，也是代表国家。君王的胜利就是国家的胜利，也是全部人民的胜利。一个地区会互人叫做是国家，就是伊有属伫伊家己的土地甲百姓。因为安尼，这位君王无论是为着抵敌四围的对敌，迄则是因为领受上帝呼召，要扩展伊的疆域领土。这场战争是免不了的。何况伫信仰的团体，战争从来就毋是君王，迄则是将官。借着家己的欲望来开始，来发动。伫信仰团体内面，战争独独应该是对上帝呼召。摩西是安尼，约书亚是安尼，大卫也是安尼。伫这首诗篇，咱看到咱对第1节到第3节，特别是第1节，看到真侪这个“愿”这个字，愿耶和华伫患难的日听你。愿雅各的上帝，愿这个字表示一种真迫切的仰望甲祝福。愿表达一种真迫切的仰望甲祝福。主祷文一开始也有这款的迫切。愿主的名圣，愿主的名圣。耶稣真迫切仰望伊的天父上帝的名会当伫世间受高举，同时也迫切要祝福。遐高举上帝圣名的人，咱对诗人的祈祷会当发现，伊内心所看重的是上帝的名受尊重。亲像咱拢通常会将家己所看重、看做是重要的代志，放伫咱的祈祷中。愿耶和华伫患难的日听你，亲像伊听约书亚的祈祷安尼。愿耶和华上帝安伫你，保护你伫悬的所在，亲像伊保护大卫安尼。愿耶和华上帝帮助你、扶持你。面对一场遮尔可怕的战争，诗人的祈祷通算作是真完整，滴水不漏。诗人相信伊的君王若是会当杀赢，毋是因为君王本身的智慧。策略甲能力，也毋是因为有一支忠心军队伊的将官。虽然伫表面上看起来是安尼无毋对，总是一位君王，伊会当调动千军万马，实际上拢是对上帝、对锡安、对圣所的感动甲作为。所以诗人才会讲：愿上帝伫患难的日听你，保护你。愿上帝对圣所帮助你，对锡安扶持你。诗人借着这个讲道，提醒这位君王，伊所有遮的一切资源，拢是对上帝来。伫战争的顶面，拢是真靠人的这个能力的。伫战争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种高举人的能力的这个过程。
时阵接着即个公道提醒君王，毋通袂记住你家己不过也是一个人尔，不过是上帝所使用的器具，千万毋通骄傲自尊，袂当太赢就骄傲起来，计是家己足有气力、足有能力的，遐会众我拢听我的。我讲一句话，话水就会见重。千万毋通骄傲自尊，计是一切的资源成就，拢是对家己来。诗人继续祈祷讲：愿上帝纪念你一切所献，接纳你的烧祭。讲到烧祭，咱就想到先知撒母耳，撒母耳对扫罗的提醒甲责备。当扫罗开始有一寡成就，伊一开始做国王的时阵，还佫渐淡薄仔谦卑吼，惊吼，感觉计是家己无迄个能力。总是豆豆仔来，愈来日子久长了后，伊就开始骄傲起来啊。当扫罗开始有一寡成就，掠家己有财力，就撒母耳来讨价还价的时阵，撒母耳对伊讲。我想这段圣经大家也真熟，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5章22节到23节。撒母耳扫罗讲：耶和华欢喜烧祭祭司，兼亲像欢喜人尊叹耶和华的话吗？看，尊叹耶和华的献祭，听叹是耶和华羊羔的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因为背叛是亲像行邪术的罪，疑心是亲像服侍虚假，亲像拜偶像。为着你气杀耶和华的话，伊也气杀你，无互你做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的提醒。当咱掠做家己已经有付出代价，已经有献上咱的祭物的时阵，就理所当然应该爱得到任何形式报答的时阵，伫撒母耳的话中间，就亲像犯了行邪术、服侍虚假、拜偶像的罪。当咱献上咱的祭物，却想讲一定要爱照我的心意安尼来行的迄一瞬间，这个祭物就成做咱甲上帝讲条件的迄个筹码。无输过讲一摆，当咱献上祭物，心内就想讲，上帝啊，你就应该爱照我心内所想的来行的时阵，咱所献的这个祭物就成做一个讲条件的筹码。兄弟姊妹，当咱若为着某一个目标付出代价，当咱为着心中咱的拍算，不断地向上帝祈祷的时阵，咱的祈祷，因为祈祷嘛是献祭，咱的祈祷、咱的献祭、咱的服侍，是要互咱对上帝有搁较大、搁较侪信靠甲顺服，还是为互咱亲像扫罗安尼渐渐行往背逆疑心的过程？伫咱心中加减拢有一寡愿望甲期待。有时伫咱的祈祷中免不了，免偌久，咱祈祷，有时啊免偌久就会得到回应。甚至连面，就亲像约书亚安尼，太阳停止，月停伫遐，连面就发生，连边就得到回应。总是有时啊爱等真久的时间，才有看到一寡改变。不过有时咱也有感觉，咱的祈祷完全无得到任何的回应，甚至是咱想要安尼，总是上帝就是照另外迄个方面来行，完全无照咱的心意来行。伫遮尔久长祈祷的生活，咱往往只会当尽家己的本分，不断献上达款形式的祭物，譬如讲咱伫敬拜、祈祷、服侍、奉献，咱为着上帝所做的一切，拢是伫献祭。可能有人会想讲，
牧师，我嘛有听你讲吼，即个旧部后壁面即个基督徒巴要吼，咱着第一照安尼去行啦吼。我嘛有安尼去行，我嘛有尽力尽量在做。牧师，你爱咱为教会义上直直跑走，就是读圣经、祈祷、献身、服侍、彼此相听。有啊，我嘛毋捌停止啊。总是安怎我内心所拍算的、所关怀的遐个事，敢若连一个影都无咧，甚至无照我所意爱的方向来行。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意外发生的时阵，也常常会听人讲：嘿，某物人遮尔啊疼主。疼到安尼，服侍主服侍到无眠无日，尽心尽力服侍上帝。即个人太会伫伊身上发生即款的代志咧，太会有即种的意外发生伫伊的身上咧。咱着爱细视哦，当咱安尼伫想的时阵，迄个人伊所尽心、尽性、尽意服侍咱的上帝。遐个献祭，伫咱的心中，是毋是检采变做一种筹码，会当上帝谈判讲条件的筹码？因为伊付出遐尼多，伊就应该爱得到偌济的福分，安尼才对。咱爱细视，时常望上帝当纪念君王一切所献的，接纳君王的烧祭。当咱所献的祭物，检视一种会当甲上帝讲条件的物件，还是无论结果是如何，咱拢诚心顺服，照主的旨意来行。咱所献的，到底咱的心是安怎来想？咱的献祭若真正是一种交换条件的存在，如果咱的献祭是一种贿赂，这拢是一个真严重的罪，因为咱假使咱会当控制上帝，若是安尼，咱所献的祭物，我想。咱应该完全无想要互上帝来纪念。上帝，你上好拢莫看我所献的吼，上好你拢莫纪念，因为安怎咧？因为遐个祭物拄好证明家己迄个无想要顺服、疑心背逆、服侍虚假的罪。当然。实使咱所献的祭物，实在是上帝所欢喜、所接纳的。就算讲咱所祈祷的，毋是照咱的心意安尼来行，咱也有尽着咱的本分。当咱伫祈祷中，豆豆调整家己的时，咱就是一位迷入善思上帝律法，互上帝称作是有福气的人。所以，无论安怎，咱拢袂当放弃咱的祈祷。咱祈祷久，想讲咱的代志咱拢无解决。迄个人的病痛，咱也无离开伊。特别是即种情形，咱搁较需要继续来祈祷。第40、第50，今仔日经文第40、第50讲，照你的心所爱，互你成你一切计划。愿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愿要奉阮的上帝的名来徛旗，愿耶和华成你一切所求的，照你的心所爱的赐福你。咱内心所爱的到底是甚物？咱内心所爱的到底是甚物？上帝欢喜赐阮逐款的智慧，互咱去做所会当做。上帝赐咱什么款的智慧？咱做伙来看圣诗
咱头前有信息，咱将信息提出来，咱为头前来显。咱来看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告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告别的主导文、新的界面、使徒圣经的后壁面就是使徒圣经的后壁面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用告别，大家有看到无？有吼，咱来看正手边的这页。正手边的这页第2、3、4、5第5章。好，咱有看到，咱就做伙来读一下。来，请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者，即款的道理，伫世间人来看是真合理。总是伫咱基督徒却无应该是安尼，因为无有任何的代志会当替换咱甲上帝的关系，无啥物事物会当互咱甲上帝会听来隔离。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事件，绝对袂用取代替换耶稣伫咱心中的地位。咱伫祈祷的时，无论咱是替某一个人，还是替某一个事件，或者是替咱家己祈祷的时，应该是爱为着互家己，或者是互迄个人。会当甲上帝哪来哪近我，毋是哪祈祷甲上帝距离却愈来愈遥远。咱爱注意咱的祈祷，咱的祈祷是爱咱甲上帝的关系哪来哪近，毋是愈来愈远。毋过，就算讲咱愿意相信即款的事实。道理咱拢知影，要做到完全信靠甲顺服，却毋是遐尼简单。伫旧约圣经，规个旧约圣经甲咱讲，会当做到安尼的人实在是真少啊，实在真少。若是侪人拢做会到，耶稣也毋免来啊。就是因为安尼，规个信仰的团体，上帝的子民因内心所意爱的，一直和上帝所意爱的拢无共款，愈行愈远。感谢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将咱人心中迄种的悖逆、疑心、骄傲、自尊，完全来刷走。将咱甲上帝中间遐尼深的深渊，拢会当吞互一边，互咱会当得到甲上帝近我的迄个机会。就亲像诗人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讲，阮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阮要奉阮上帝的名来徛旗。伫第60到第80。有讲，当我知耶和华救伊受我以为，要对伊圣的天听伊，用伊正手的快乐救伊。有人我靠车，有人我靠马，独独，阮要讲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因拍落跋倒，阮就起来徛在在。咱咧祈祷的时，最后。一定会讲一句话，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就是讲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就是有人是靠车，有人是靠马，总是阮要靠的，阮要倚靠的是主的名。所以，伫咱祈祷的时，咱一定着爱备办一个谦卑顺服，就亲像耶稣安尼。谦卑顺服，愿意接受圣神来调整的心，
才会当理所当然，当来伫咱祈祷的最后来讲，奉主耶稣的名祈祷。有时啊，咱祈祷久可能真习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有时啊，若长老还是即事伫台仔顶祈祷上久，可能祈祷到一半，大家就分心了，然后听到奉主耶稣的名祈祷就醒起来啊，做伙阿门安尼。总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即句话，奉主耶稣的名，就是爱提醒咱的祈祷。咱头前讲啊，遮一大堆咱的祈祷，咱爱陪伴一个谦卑顺服、受圣神调整的心啊。当咱确实相信耶和华的确要救伊受抹油的，咱安尼来祈祷的时，就表示咱有志意要学习耶稣的顺服，也准备要放下家己所有的拍算。第70讲，有人挖靠车，有人挖靠马，独阮要讲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当咱奉耶稣的名祈祷，就是爱将咱内心所爱的转变、替换，成做耶稣所喜爱的。当咱在讲奉耶稣的名祈祷的时阵，咱爱将咱心内所喜爱的转变、替换，成做耶稣所爱的，就是愿主的旨意得成。就是主耶稣的祈祷，愿主的旨意得成。兄弟姊妹，咱逐主日礼拜，每礼拜三，每一天，咱拢在奉主耶稣的名祈祷。希望咱内心所喜爱的，拢会当对咱人真有限的拍算，煞到上帝所喜爱。意思是，无论上帝要安怎来成，咱每一个人拢爱伫上帝面前坚定徛在，因为咱人实在是真微细啊！咱人实在是真微细，咱无法度测度上帝伫伊的创造的内面，伊所排列、伊所列立、伊所安排的遮的一切。咱的人是遮尔啊微细，是安怎爱看会透咧？咱人看人就看袂透啊，佮看上帝，看会透吗？咱看家己就看袂透啊，是毋是安尼？咱看上帝敢看会透？就算讲，咱有时啊想要挖靠车、挖靠马来算数家己的资源、家己的能力有偌济，就算讲咱有时啊想要借着献祭来甲上帝讲条件，就算讲咱可能会亲像遐个无敬虔的人，祈祷久无结果，无照咱的意爱来成的时阵，咱就趴落跋倒。无论咱的祈祷生活有拄着什么款的境况，只要咱伫圣神保惠师的提醒下面，圣神保惠师是耶稣对死国活上天以后真宝贵的礼物，赏赐予记那相信伊的人。只要咱伫圣神保惠师的提醒下面，愿意认罪悔改，调整家己，就永远会当搁重新爬起来，继续倚靠主，继续倚靠主耶稣，坚定徛在。第90个经文讲：求耶和华拯救，阮求救的时，愿王听阮。这句话翻译意思是：求耶和华拯救君王，阮在求救的时，愿主你来听阮的祈祷。愿咱的祈祷常常得到主的接纳。当咱为着家己来祈祷，或者是彼此代祷的时阵，当咱在耶和华呼求的时阵，咱的心拢会当甲主哪来哪近活。
愿咱心所意爱的，就是主耶稣所意爱的。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借着诗篇20篇，诗人的代祷，互阮来看见，伫阮的祈祷中，有侪侪无合伫你心意的代志。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调整阮的心。愿主纪念阮一切所献，愿主接纳阮的祈祷。特别也愿主帮助阮伫祈祷的过程，对主的信心会哪来哪坚定。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圣诗261首，圣诗261首，求主教示阮祈祷，请起立。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当工。
立唱奉献诗。请坐。公道，请掀开周报内页。大道事项，教会意向，成全正圣道，万民皆祭司。愿咱的祈祷常常伫主的面前，愿咱内心所意爱的，会甲义人的道路，哪来哪均伊。为基体，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胡艺梅、杜昭、庄宝玉、陈秀荣、赖胜雄、陈义丽、林以诺、朱小雷、洪英哲、孙兆正、陈昭明、刘慧忠、李辟莲、田园文子、林美金、李念之、黄静茹、陈怡君、李雅娜及确诊的兄弟姐妹，为台湾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会当提出合情心意的治理国家的政策方向、理念甲见证来祈祷。咱同心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愿牧师今仔日的讲道真做澎湃的献祭，互阮会当领受把祝的灵命，伫信仰生活中实践。上帝啊，求你来向身体有病痛的会友施恩，叫阮拢会当认捌你是迄位有怜悯、有恩典、阁有丰盛慈爱的上帝，互阮所爱的会友因为基督受的鞭伤、病痛得到医治，相信你道生囝伫十字架顶真侪的救赎，是要带互阮对未来有盼望，甲充满喜乐、平安、丰盛的生命。好叫因为神真做神囝儿的人，无搁互病痛捆绑，会当勇行起来行走，活出你美善的心意。向世人见证，有一位国真国活的上帝，会互阮会当倚靠得胜，来回应基督的恩典，开始领受你赏赐阮更新甲恢复的新生命。这时，咱用主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
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下周四风的圣工团契聚会，请大家注意，今仔日有新的会友来到咱中间，是林炯章先生、魏纯妙小姐，这是魏长老的亲戚，亲戚。啊，伊对泰国转来，甲咱做阵聚会，咱欢迎伊。教会消息，请各团契的会长将第三季的聚会内容甲服侍当天的排班，伫今仔日交予干事。下主日下晡2点，伫建成国中举办建成篮球队甲大安教会进行友谊比赛，欢迎兄弟一同前往拍加油。下主日因为拄着端午的连续假期，主日爱餐暂停一摆。7月2號下晡3點，本堂青年夫婦郭正堯傳道甲楊秀文傳道，要佇台南中會德光教會訪牧就任教育牧師甲宣教牧師，真恭喜。4月份5會的財務報表已經公布伫1樓的公布欄。最近因為流行感冒甲新冠的疫情有升溫，請大家愛加強個人的防疫，身體若有無爽快，請愛會記得掛喙罨。團契消息：本主日上午金色團體有聚會，主理是楊秀瑤老師。主題是溝通情緒管理。奉獻的名詞若有錯誤，請向會計來更正。聖詩上型聖詩508首，508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請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衬，互恁众人会当全心倚靠上帝，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Amen.
灭倒必回。